向前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初6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检方侦办金华城8案。本地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无报请回了后，检方有提出控告。高等法院发挥经裁，台北地方法院伫昨昏召开羁押庭，伫昨昏要暗暝裁定郭文哲收押禁见。郭文哲随后扣起来，再去台北看守所。 民进党主席郭文哲靠手铐慢慢行向警备车逃离了无讲话。警备车驶出车道，在支持者加油声中，郭文哲下午暗时被载去台北看守所。主席会担心被羁押吗？还是会选择拒保吗？ 郭文哲早起9点外到北院面对提问笑眯眯，检验承办金华城案件，郭文哲原本无报请回，检方提起控告了后，高院推召北院原裁定发回经裁，北院下晡2点正式开羁押庭。 郭文哲律师团甲检方2度攻防，经过2点半钟开庭，结果大平盘。法院尾暗5点裁定郭文哲羁押禁见，指郭文哲明知增加过悬，超过560%容积，互金华城议案违背法定依原至期为止，互共犯违经集团主席请聘金，迄不法利息200多亿，涉犯贪腐治罪条例多例罪之，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各禁止接见通信。 就是现在心情蛮复杂的。谢谢。郭文哲律师郑清源伫裁定了后，真紧离开北院，面色震动，被问到是毋是提起控告无讲话，已经被受押的申请人律师何元良以申请人因回答健康因素这理由提出控告，影响被助理高顺明也提出控告。阿伯已经被公告说羁押禁见了。郭文哲支持者也伫爱国西路社团发声郭文哲爱听主。好，那你现在要去开会了吗？对，好，我觉得我现在 OK， 好，谢谢你哦，谢谢，辛苦了。原本咧就广播节目的吴国昌知影郭文哲被羁押，提前离开。民众党应变小组会紧密开会，全党要团结捍卫郭文哲性命。我们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证据，而不是政治。没有人可以操弄司法，民众党也不要来操弄民粹，就让证据说话。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面对所有的司法案件，国民党一向秉持着勿枉勿纵的态度，强调程序正义、司法公平，希望司法单位能够依据事实证据办案。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压出，包括公司8月12日发停业清算，到即马拢无申请。台北市商业处证实，到9月初10为止，还未收到包括公关公司申请停业休困或者是其他变更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 伊朗郭文哲昨暗6点半，送送到台北看守所。民众党伫昨暗嘛赶紧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决计伫今仔日早起，因要召开中央紧急应变小组的扩大会议。外界嘛关心，敢会选出代理主席？民众党是表示，这个议题目前未讨论。伊朗郭文哲封收押进前，伊嘛有翕影片向支持者发话。 下午尾暗6点30分，郭文哲坐警备车驶入去台北看守所。所方表示，郭文哲带入去坐人下房，甲看这案件有关系其他被告带无共款的所在。在暗时7点外，民众党放一段录影回宾向支持者发声。大家好，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状况，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其实你们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请大家认真过每一天，快乐过每一天，心存善念，尽力而为，让我们继续努力。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昨暗时紧急召开会议，要伫今日早起召开扩大会议。党内决策过程目前的机制拢是共识决，无代理党主席的问题，先稳定军心，搁讨论下一步爱安怎做。明天早上，中央紧急应变小组我们会召开扩大的会议。 那在明天早上开完会议以后，对于下一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会在以记者会的方式跟大家做更清楚的说明跟报告。外界关心郭文哲太太陈培仪的情形，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表示，陈培仪知影消息有咧哭，至于为什么即马国家会这样做安尼？他当然也有一点哭泣哈，那认为。 为什么现在的国家会变成这样？但是我相信他还是会坚强。原本要去美国，民众党发言人林祖虎表示，国际事务部会照常出发。
管体部分是看整体情形，再看下来去要安怎做。针对美国行的部分，那本来就是民众党国际事务部日常的一个年度的一个业务，所以我们还是会照常出发。民众党拄着创党以来上大危机，党主席的关系遭到在电羁押。民众党核心干部目前采取集体决策应对危机，不过是不是党会过政治风暴，依然爱国考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土耳其航空一架班机昨昏对伊斯坦堡飞来台湾，伫半路去拄着乱流，当时空服员正在送餐，因为伤害啊，所以餐点嘛拢落落去，乘客嘛拢有错一条。飞机顶200多人，有4个乘客和2个空服员有受伤，其中有1个人伤势较严重。机舱内底路苍苍，餐点甲乘客随身物件落甲开四架。整个外套都毁了，全部都是餐点。哦天哪！整个我的脸上都是餐点，还有我的头。哦，还好没事，太恐怖了。航班拄着乱流，一日把所有飞机的餐点拢背起来，未少人身躯甲衫拢捌着食物甲酱料，就连椅甲天棚也拢捌着咖啡甲饮料。突然之间就遇到乱流，然后就直接垂直上下降，所以所有的餐点就直接往上飞，像咖啡什么的都直接洒在身上，跟洒在那个机舱的上面。这架土耳其航空编号 TK14班机，西高为伊斯坦堡飞来台湾。原本尾暗5点55分下港落桃园机场，飞行过程原本拢正正常，不过伫4点外，煞雄拄着乱流，飞行机上下海甲真厉害。桃机接到通知，马上出动救护车甲医疗人员到现场等。班机降落了后，进行检伤甲急救。这架班机有214个乘客甲17个机组人员，乱流造成4个乘客甲2个空服员受伤。后面把夹掉。哦，你哪里受伤？就这边呢，这边呢，这边有伤啊。其中一个乘客伤势较重，互救护车送到南口中等病院治疗。好佳在其他乘客拢无啥要紧。后续机场公司会照会案事件处理原则，将报告送到民航局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伫遮方面的南部、东半部不时会有短暂雨。若其他所在含外岛，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仔日过到了后，咱台湾各地会有热对流发展，所以伫中南部雨较明显，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也若今仔日气象署嘛有针对咱全台湾8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双北、桃园、新竹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也若伫彰化、台南、高雄、屏东是黄色的灯号，同款是爱注意天气真热。也若伫桃园以北，天气是正烧热，今仔日有可能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昨下晡就是因为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加上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昨中昼过，台南是落大雨，嘛造成永康、安平、安南、东区这真侪所在雨拢倒甲淹水，嘛有大楼因为排水下袂利，灌到地下室。雷公雨嘛有造成东区2700多户失电，也若高雄的公山嘛因为落大雨，线路有各样有500多户失电。大堤间一直有水灌入来，看起来敢若水清。这栋伫台南市安南区君安路的大楼，因为午后这阵大雨，向雨量伤大，中庭小头袂赴，真侪水冲入来地下室。水沟的排水来不及啊，全部往我们的那个建筑物里面，水往里面排，造成楼梯像瀑布一样，其实对住户的安全蛮疑虑的。环保局电设施去大水引起，如何赶紧用沙包挡水？因为雨来得紧个大，永康区嘛真侪所在积水。中正路、安康下凯路因为积水封起来，造成车回迹，周边的道路嘛拢淹水，水捌超过20公分深。你遮是不是大概落雨5一点阴嘛？
乐用的音嘛。永康、新化、仁德、归仁、关庙等区皆达到大雨的标准。那目前气象署针对台南地区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第延时强降雨的原因是风台外围环流降雨后对流分系发展上强。初五下晡，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拢有落大雨甲大水雨。落雨时阵，阁有雷公四呐。台南东区因为安尼线路设备故障，2709户停电点外钟。高雄原来有电火条啊导火的惊险画面，午后雷公雨造成光山区新路街顶路段518户停电。台电表示是电火条啊引接开关的矮有涂粉，拄到雷公雨了后，电流外泄，xử理电火条啊出现火星，当然已经全力抢修，上晚初五暗时就会全部复电。记者综合报道。加强请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文化大学、真理大学、复工大学和大业大学拢互掠包，偷抢招生的名额，因无老师去申报，无按照规定甲还钱，也佫有申请入学的欠额加起哩分发入学顶悬，想要互欠额变少，互招生的数字好看。也若真理大学的校长，即摆已经互董事会改聘，复工大学的校长嘛已经请辞。教育部表示，会靠这学校的补助款，嘛会做出处罚。来看中国时报，云龙集团宣布讲，9月份开始，第日月潭的婚品温泉酒店要试办劳工1礼拜会当休3天的制度，这是创下咱国内观光业的头一例。公司是表示，要甲加休的这一天，拆做8天去上班，同款是真正互因休3天。嘛，因为安尼时，因会增加2成的人事成本，啊，若欠人力的部分，因会加请人来补。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伫昨昏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2.36%，连续4个月超出2%的警戒线。主计总处表示，税处和食外口的费用起伏是较明显的，这两部分拢要继续观察。咱就来关心，主计总处伫昨昏公布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2.36%，这是连续4个月拢超出2%的警戒线。其中以食食起上西年增4.64%，也若菜色果子是受凯美风台影响，继续嘛拢有起。也若明年上价工资嘛调悬4.08%，物价敢会对得起，嘛引起外界关心。物价起无停，8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年增2.36%，已经连续4个月拢超过2%，通过警戒线，好真侪民众讲钱变薄啊。柴米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全部都，以前1000块很好用，现在10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了。现在大概就1、2千块，一进去买生活日用品，全部就没了。8月消费者物价7大类起价幅度上大是食物类，年增4.64%，菜色月增21.74%，水果甲肉类嘛拢月增超过6%，食用油是年增7.79%。那食物类价上大起，明年的最低工资嘛调悬至少4%，时薪为2002年的168块，明年调升到190块，月薪是来到28,590块，比今年加1120，创下连续9年的调悬纪录。都惊薪资起价，部分企业可能会将人事成本转到商品的价销，造成另外一波物价起价，国发会会密切注意。直接薪资在成本大概10%到14%之间，其实影响是不会那么大的。我们每个月都有通膨会议，我们会密切的注意这个调薪对通膨的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会适当的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我们将来的趋势啊，会螺旋上升。所谓螺旋上升，就是我们随着所得不断的上升，我们的物价恐怕也会慢慢的这个上升。但是物价上升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伴随的是我们的所得上升的幅度更大。好，那这个就没有问题。有专家认为，台湾当走向人均所得提升，对合理成本加合理需求带动的物价起价，这恐惊是未来无法度避免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劳动部顶一日就召开上价工资审议会，确定伫明年元旦开始，在业的劳工上价月级一个月是按28,590块，若是做线工1点钟的薪水上价嘛爱109块。有民众详细甲算，若是领算点钟的薪水，一个月做22工，一工共款做8点钟，安尼一个月会当领33000多块，颠倒较赚。严格人力银行是表示讲，在业工课领伫较有保障、有福利，佮有年尾奖金，嘛有机会会当调悬薪水。
倒一种较好，比较的面向是真济，嘛好有少年家要找头路进前，会当先想看卖。饮料好喽，要记得摇一下再喝哦。饮料店是济大学生做散工探索费的选择。劳动部伫拜三召开上加工资审议会，确定对明年开始上加工资月计的工课一个月有28,590块，若算点钟的工读生一点钟有190块。对做散工的少年人来讲，有人认为算点钟的薪水较会好，有人认为忙多会使，正式的头路是较有前途。现在时薪190，如果你真的做得很长。然后一定会比正职还要来得高。我觉得涨到190，但我还是会倾向去当正职，因为我觉得当正职就是放假也是会有钱，就是不是有做有钱，没做没钱。若以一点钟190块的散工来算，一个月共款上班22天，做8点钟，拢总会当领33,440块。不过上加的工资一个月嘛，干那28,000块左右，算的散工那个亲像较赚嘛较会好。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分析，做散工虽然较自由，薪水嘛较悬，不过若以长时间来看，正式的头路较有保障，福利嘛较好，而且调薪水的机会嘛可能较悬。算下来，其实月薪好像到3万出头，是不是比这个月薪的基本工资还来得好？其实各位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就是如果时薪人员的话，其实企业在给正职的人员，他给他的发展跟职涯的资源一定会是比较多的。人力银行表示，有一寡工课薪水一开始拢无悬，亲像会计、生产管理、甲营销等等。不过人力银行观察，因调薪水的速度是搁较紧，平均3年来会加出来20%，等于是一个月加要7000块。人力银行表示，要选过级的，也是算点钟的，倒一种较好，比较的面向真济，找头路进前会当先思考。记者第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观光业者云品国际对外宣布，对9月份开始，因要试办1礼拜休3天，因会伫日月潭云品温泉酒店先试办。业者表示，希望要互员工有更较侪福利。旅游业者认为讲，真欢喜看到企业带头来示范，也毋过欠人这个问题，因嘛是建议政府希望会当开放移工。公务员详细整理房间位置所在，伫日月潭的云品饭店将做观光业第一间实施1礼拜休3天饭店，也是国内服务业的创举。新制9月已经上路，若无法度1礼拜休3天的部门，会得到另外加班薪水补贴。业者希望提供互利员工的员工提供更加好的服务品质。审慎来评估说，这整件事情对内部员工的反应，对于招募人才的这个效果，好，以及最重要的是说，客人在这个服务满意度上面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变好或者变坏？业者强调，新制度伫服务品质无太侪的前提之下进行，半年了后，根据员工甲客户的反应，评估是毋是继续，也望比别人更加好待遇，引起更加侪人才价值。观光学者分析，疫情了后，观光业的人才向全球化发展，台湾观光产业毋若欠人，要日本饭店来台湾学管理人才。1礼拜休3天，有机会捞出人才，不过也面临管理的挑战。对新时代的一些年轻人，在投入观光产业来讲，会是一个诱因，因为这个政策要吸引更多的人力之间是否能够达到平衡，我认为是一个挑战。旅业认为，规个旅游业的欠人问题，可能需要更加侪人力来源才能解决，也是希望政府应部分开放移工。外籍移工是大家比较就是产业的新生，大家比较想要尽快能够开放。劳动部8月1日开始开放专科副学士以上学位毕业交学生，受相关训练了后，应做部分旅宿业。不过交学生意愿甲实际投资人数爱国观察，业者希望政府应将开放移工甲交学生流向脱钩，各方面来解决欠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伫北京举行，为着要买受非洲的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宣布讲，未来3年中国会提供大约代表1.6兆的资金，甲非洲支持，佮要互33个非洲的国家100%免关税优待。不过咱台湾伫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是唯一无去参加这个峰会国家。习近平和南非的联合声明内底嘛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咱的外交部是批评中国又搁在乌白乱转。
中国疫后上大规模指定外交活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伫北京举行，非洲和中国建交的53国和非洲联盟委员会拢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初5开幕式对非洲国家是放出一大堆好康的。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国都不能掉队，以中非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甲非洲友过来因这边捧出牛肉，中国要扩大市场开放，提供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待遇，马上去均原非方人民币10亿，国画大饼。未来3年要提供3600亿人民币，合代表1.6兆的资金来支持。不过，唯一一个无参加的中非论坛的非洲国家，就是咱的友邦史瓦蒂尼。斯威士兰同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不符合斯方的自身利益。我们相信斯威士兰迟早会认清国际大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咱的友邦是一堆动作。习近平初日和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会面，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讲台湾是中国袂当分割的一个部分。咱的外交部严正赔清。外交部对于中国一再借由与他国领导人会谈以及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场合，贬损我国主权，予以严厉谴责。外交部强调讲，任何国家拢无权用生命来否认台湾的主权。台湾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未因为中国的压迫来改变想法。未来嘛继续以民主、和平和自由做核心，强化和理念相活伙伴的合作，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乌干达奥运马拉松的查某选手切普特格伫庆阿的徛家，和伊的前男朋友破汽油放火，规身躯有80%的烧烫伤，赶紧送病院了后，也是不幸过往。这个案是搁一摆引起当地对性别暴力这个问题关心。医生宣布，乌干达奥运马拉松女将切普特格不治，情绪真悲伤，伊老爸要求肯亚政府为这件慎重证据，佮表示失去经济支条。Inaleta shida sababu saa hii bila sasa tumekuwa na mambo mingi。33岁切普特格才多结束巴黎奥运的比赛，伊伫肯亚西北部大区受训。当局表示，伊是伫带2个查某囝喂到长厝了后，互前查某朋友破汽油放火，全身80%受伤。She had a severe percentage of burns, which unfortunately led to multi-organ failure。乌干达体育部长欧加王表示，巴黎奥运期间，切普特格想要甲伊讲厝内底有问题。根据官员的报告，切普特格甲伊前查甫朋友为一块土地冤家。切普特格被一块地伫肯亚进行电竞训练中心附近起一栋厝。We also found out that she'd been having troubles with her partner in Kenya, domestic issues, and I think she had lodged a complaint with police. 切普特格前查甫朋友有30%受伤，带到护病房。医生表示，伊病况有进步，可愈来愈稳定。对女性暴力攻击一向是肯亚一大问题。根据肯亚人口健康调查，自2021年有41%已经结婚或者是未婚女性，不经过身体或者是性暴力对待。这案件也引起国际高度关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妇女基金会谴责暴力。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来关心捌做过菲律宾班班市市长中国的女性郭华平，因为涉嫌暗号诈骗集团，而且佫互查出伊假造身份，去互菲律宾吊销护照了后，嘛发布通缉。伊伫7月份的时逃走出境，消息过了礼拜，初3的时伫印尼互抓到，互送倒去菲律宾接受审判。这是郭华平伫印尼互人逮捕了后，由印尼警方押解移送的情形。逃走1个月过，总算互抓到的郭华平，菲律宾总统虽表示感谢印尼执法单位的协助。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governments has made this arrest possible. Let this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ose who attempt to evade justice. Such is an exercise in futility. The arm of the law is long.And it will reach you. 郭华平伫菲律宾参加电影选举期间，讲家己是法的雇主加菲律宾使用人的私生女。生日是1986年7月12日，伊互人控告伫班班市市长任内阿豪诈骗集团，以线顶跋筊中心做阿豪，佮牵涉到人口贩卖这个罪行，去互菲律宾国会调查。Lumaki po ako sa Farm Your Honor. Tinago po ako ng tatay ko po. Lumaki po ako na ako lang po.
Pinupuntahan po ako ng tatay ko po araw-araw. 暗过会个检调单位发现，郭华平毋那么用 Alice 哥这个华裔菲律宾人的名，比对指纹了后，佫查出伊的真实身份是1990年8月，伫中国福建出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伫2003年摕中国护照入境。案情发生了后，郭华平的市长资格去互人撤销，伊加入的民族主义人民联盟嘛，甲开除党籍。对本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讲，郭华平会当成功逃出境，代表司法体系也是有贪污问题，必须要整顿。若是涉案互人逮捕的郭华平，小马可斯搁再讲法网万毒。毋过郭华平伫新闻期间应该有的权益，也是会得到保障。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来关心凯美风台伫7月底时扫去北韩，是造成北韩做大水，嘛发生水崩山，阁有几千人死亡。南韩的媒体即马就报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针对这件代志真生气，已经处决30个地方的官员。另外，初4暗到初5的早起，北韩又阁向南韩发超过400粒喷射机龟仔，内底有20多粒落伫首都首尔。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豆豆行落山坡坐树林船去视察灾情。北韩7月底因为凯美风台侵袭，和北部的珠江道、还有平安北道地区严重做大水，甲土石流，造成4000人死亡，还有15000人无厝通转去。海联社报道，风台造成重大灾情，互金正恩真生气，谴责官员无对暴雨的灾情做好准备甲应对。伊伫视察各地灾区了后，伫8月31日主持劳动党的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时，表示会严格处罚部分的干部，认为这些官员无做好劳动党甲国家后因的重要职务，才发生这么多无法度原谅的人员伤亡。纽约邮报引用南韩媒体 TV 朝鲜的报道，讲金正恩伫8月底用伫做大水期间涉嫌贪腐失职做理由，下令处决20名到30名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真侪拢是同灾区珠江道的官员，而包括北韩的社会安全大臣、平安北道还有珠江道党委会执行书记张凤勋，还有朝鲜劳动党公安部长李泰燮，拢伫紧急会议内底互撤职。不过，正式传出官员的消息，阁无法度证实。除了做大水天处官员以外，北韩搁一摆向南韩空飘喷射机龟。根据海联社引用南韩合同参标本部的消息报道，北韩初4暗时向南韩空飘大约420个喷射机龟以后，初5早起9点外，伊搁飘送另外一批喷射机龟，暂时已经有20外个机龟落伫首尔甲京畿道的北部。当局检查了后，发现飘送的物品是废纸，还有塑胶干仔这的粪扫，无有害物质，别对大众造成危险。这嘛是北韩伫1个月以后，今年第13届向南韩空飘喷射机龟。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联合国下边的国际移民组织是对外表示，也门对7月底以来因为落大水、雨造大水损害人家厝，有造成当地超过60多人死亡，也各有几若百人受伤，嘛影响因全国56万人。联合国即马是呼吁各界爱赶紧斗相共救灾。来关心发新社有报讲，普廷伫洛西亚的海参崴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嘛表示准备和乌克兰讲和。普廷嘛强调讲，伊是支持贺锦丽去做美国总统。继续关心中国和菲律宾即马伫南海的关系较紧张，中国即马又搁警告马来西亚停止伫沙拉越附近的油产去活动。中国嘛伫头派船只去附近的海域巡逻，互当地渔民唔敢活。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即马表示，这是马来西亚的领土范围，会去遐探勘，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因会继续进行。亚那社运人士杨智嫣伫2022年的时候，中国掠去了后就无消无息。最近中国公布处罚台独22条了后，即马是风声伊伫中国互判刑判9年。陆委会表示，政府和家属拢拒绝接受这个判决的结果，嘛要求中国爱公开判决书。今天，浙江省温州市国家为民顶管这个查甫人，就是2022年8月在中国浙江洪逮捕的台湾民族党副主席，嘛是社运人士的杨智嫣。迄当阵洪掠走了后，伊中时失去消息。最近对方先公布台独22条，即马个传出杨智嫣奉召台独头目，涉犯分裂国家罪，和中国温州法院判刑9年。我方政府及家属均拒绝接受此判决结果。政府在此提出严厉谴责。
那要求中共立刻公开判决书，并且说明相关判刑的证据。李文杰强调讲，对方指控 UDN 的罪名都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日常生活，顶多22条都是针对全台民众来的，包括对方乌白案罪名。关一年10个月，台商李明基认为讲 ，UDN 一开始就互北京当局摕来当作是打击保护台湾政府和台独分子的政治工具。抓杨志渊要打击报复台湾政府，达到可以恐吓台独的一个恫吓的效果。判太轻的话，他会觉得恫吓效果不够；他判太重的话，他也不想让这个人在牢里面死掉或者生重病出来。另外，外界反倒讲，订读22条会透过第三地引导涉嫌的台籍人士到中国。李明基嘛建议讲，避免去和对方经济合作关系较歹的柬埔寨和寮国，中国持续用两面的手法，一方面威逼，一方面是对文化统战下手，传出找台湾的网线去新疆翕影片宣传。刘伟辉批评这是想要把新疆的人权问题洗白。如果说网红是收了对岸的一些经费，也就是说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资助然后破坏社会秩序，或是传播假讯息、干扰选举等等，都可能违反反渗透法的规定。刘伟辉强调讲，会密切去观察翕影片的网线敢有违反法律，嘛提醒民间若要去新疆来投资，要注意国际对新疆产品抵制状况。另体育的陆军少将钟佑杰，疑似去香港参加活动，徛起来听中国的国歌。行政院长杜英台表达痛心，要求国防部较紧查明。刘伟辉嘛表态，讲会配合协助国防部，若钟佑杰违法，伊的月退俸有可能会互提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即马3不5时就会出动军机军舰来扰乱台湾。国防部即马就公布讲，中国嘅军队伫福建的海峡演练汇船载地面部队登陆。即马专家就分析讲，这乃是爱设置中国用民间的汇船来做暗号，甲伫几只船内底拢是载部队，甲载来台湾。专家建议国军爱随时掌握台海的状况。中国军方一直扰乱台湾。国防部侦查到14架厝的中国军机、7架厝的中国军舰、2架中国的公务船，持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13架厝的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而且毋但是海空有行动，中国东南沿海也有地面部队的活动。国防部头一届公布，为初三开始，就侦查到中国军方伫福建东山大厅湾，甲地面部队再起离汇船的训练。自3号开始，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各型主辅战机以及直升机、无人机，配合2栖舰船、滚装货轮装载地面部队，在福建东山大城湾附近海域从事联合登陆演练。国人会担心会有木马屠城的效应，也就是它是一个民间的货轮，却可以整船载着2栖登陆部队，整个移动到台湾这边来。中国军方伫大厅湾附近的海峡做联合登陆的演练，毋但是空中的兵力，亲像战机、无人机、直升机，配合海顶两栖舰船，还佫用货船载地面的部队。有学者分析，就要预防中国军方利用货船假做是民间的船仔，偷偷载人员甲装甲车渗透偷袭的风险。建议国军伫兵争甚至是战争的时期，要强化警疏，掌握台海附近船仔的动态。陈平时期，你要对这些滚装货轮做先制打击，基本上是不可能。清楚的去征收这些船舶的动态，其实加强注意这些船舶的动态的掌握，其实就可以了。国防院学者苏浩宏认为讲，国军只要会当稳定挡过头一波的攻击，中国军方想要利用货船载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的威胁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现在国防部嘛表示，中国货船是长久的威胁。已经有纳入各种演训上定的设计，持续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中国军方的动态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关心，今年2月份的时，中华新港有发生3架车仔过车路的时桥车弄掉，其中9岁和10岁的姊妹仔受重伤，分别半年。即马昨载10岁的阿姊，伊不幸过往。那即马9岁妹妹要搁伫病院治疗，毋过分别指数敢若3，病院是继续透过汉医和福建的治疗，生命现象是相对稳定。今年2月，因为车祸受重伤，10岁姓陈的查某囡仔，经过197天的医治，初5载时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家属接到消息都真伤心。有想姐姐吗？很想她。很想她了哈。现在大姐的情况已经就是这样的，希望还有妹妹能够赶快好起来，因为弟弟真的很想他们。这中间曾经在
3月13号醒过来，很不幸在5月1号他就因为急性的水脑症造成昏迷，后来神经中枢衰竭，在今天早上6点55分过世。今年2月，住伫新港的3只地仔，拢红灯过车路，行伫斑马线时，煞不幸互一位无驾照驶车的小姓驾驶弄着，造成9岁甲10岁姊妹仔受重伤。初5即天，10岁大姊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9岁小妹目前是伫咧汉明基督教病院治疗。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是使用呼吸器，然后重度昏迷，昏迷指数3分。那我们持续的是希望能够跟他长期抗战，所以我们非常注意他这个因为长期使用呼吸器会不会有相关的并发症。汉明基督教病院表示，9岁姓陈的细汉小妹因为昏迷时间久，除了要注意并发症的发生，病院嘛积极透过复健科复健加中医科调理，目前生命现象也算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过来有一间地下工厂涉嫌甲人收电路棒了后，用强酸摕来炼黄金，业者是无牌，而且甲这重金属的垃圾水乌白排去造成环境的污染。今年6月份的时，检警就已经有行动抓到啊，顶一日是约谈7个人去说明。警方报名讲一摆命令拍地涂骹。小小空间内底藏着一人伫偏僻山区偷偷排废水，破坏生态。附近的环境正做安尼，草木拢打起，土也变色，一支草也发不出来，排出来废水到底有偌多？警方上门要将防毒面孔滴安。现场确实有烟雾弥漫跟刺鼻的状况，持拘票分别拘捕相关的股东、员工以及一些厂房的提供者。这间工厂专收废金电路棒，探半暝也无人用俗称王水的消气盐酸，将废弃物件氧气过滤搁还原，成功提炼黄金。暗过业者毋但无照，搁将废水乌白度超标排放强酸，添加重这重金属。俗称的一硝三盐，这样的比例去调配而成的，我们称王水。那因为它具有硝酸，所以它有氧化力；具有盐酸，所以它有撮合力。那我们就是利用王水的这2种能力，去把黄金给溶解在中乙中。为自年开始，工厂已经偷偷运作，毋但家己回收电路棒提炼，也间接找金流，协助古金翻新。这1年来不怀获利，目前要咧调查，暗过环保局发现业者每钱收15块加工费，日产量上悬，延有700两，员工是一工赚超过10万。他不断的调整他的作业空间，那他也转嫁给这个合法委托他的黄金贩售的这些业者，来跟他说啊，这个环境成本变贵了，所以相对的加工的成本也调整。不法集团藏在新北市南口发现代志别坑，刷到新德县新埔。检警今年6月发动搜查了后，9月7日约谈7个人，南排有害废水、污染环境，爱护法律责任，想要避也避无路。记者综合报道。也若伫台中是有警察，那亲像是涉嫌甲违规的白单撤销，改开罚金较少的红单，涉嫌伪造文书，计共有12个警察互抓去问话，检方甲其中1个警察申请羁押，1个请回，另外10个人拢交保。台中市西屯派出所透早是照常运作，不过台中检方测试针对台中市4个分局，总共9个派出所执行搜索，其中也包括西屯派出所，有几多名警察被带回去约谈。检方掌握有警察可能是受人拜托，甲开白色的竞刑羁罚单撤销了后，搁再开这罚金较低罚单。不过依照规定，2只各法的法条爱同款，检方也因为安尼先发动搜索。上述涉案员警之前系于西屯派出所任职期间涉及本案。因定期职务调动而调任至目前所属分局服务，并非多个单位同时涉及本案。经本局主动清查发现后，呈报内政部警政署政风室，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检方总共约谈12个警察、9名证人到案说明，认定1名姓李的孙子涉嫌犯公文书定在不实、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向法院下押禁见。其他10名警察是以3万到20万不等交保，1名警察是请回。警方表示，这桩案件是姓李孙子等人在2020年到2023年之间，可能涉嫌违法开单，也若涉案警察本地拢服务伫咧西屯派出所，落尾因为职务调动去到各分局，这桩案件涉案期间涉
案人员拢伫咧同一间派出所候补，不排除背后有人主导。那就是按闯红灯来处罚嘛，总不能因为这样子说开个未戴安全帽吧？这样他就没有按规定来办事了会参详一下啊，因为现在钱不好赚啊，对啊，给我们反正我们也是要探钱啊，很辛苦啊。检方表示，除了厘清守法道理对象是谁，也爱查清楚；除了追查警员含这车主感受熟悉，也要厘清敢是有对价关系。等待案件调查清楚了后，才进一步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咱讲来诈骗的案件是掠袂离，逐工拢有人哄骗。内政部即马就推出打击诈骗的仪表板，敢若拜日一工尔，诈骗金额超过5亿，拜三嘛超过4亿，逐工损失金额拢是几若亿的起跳。嘛按算今年全台湾诈骗的金额恐惊会超过1000亿。你是怎么联系的？手内真侪张汇款单汇对象拢无共，请写字的老阿伯坚持讲是嫌欠少，警方赶到现场点破伊的白贼话，伊才总算老实讲。有没有要投资啊？你是要投资对不对？又阁是相信假投资，台北这个80多岁的老阿伯，坦白讲是为面册加入赖的群组，准备开15万买股票，相信讲会当有高获利。警方一直考劝，才成功甲挡落来。获准同意下检视手机对话记录，确认为假投资诈欺手法，成功消弭老翁汇款念头。早期逐工拢有真歹防，哪吒成功的加减招数，为官方推出的打诈仪表板，会当看出咱国内诈骗问题到底有偌严重。新上场的这项系统为受理件数、财损金额、诈骗手法的前5名，逐工定期更新，拢会当看现现。敢若初三的财损，一工就有5亿外；初四甲减一丝啊，嘛有4亿外。毋过单日损失的金额拢是以亿做单位。推算2024年，全台湾诈骗财损恐惊会突破1000亿，甚至更加悬。你说自己会有落差，其实我们来看是应该统计方面的一些角度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所有只要165的资料会去勾稽依法报案，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诈骗数据做更完整的呈现。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其实是比较真实的，而且也比较具体的。打在仪表板的数据，甲官方较早公布的历年诈欺统计加几落倍。警方回应，以往公布的敢若刑事记录表的资料，两个毋知有争差。毋过无论如何，诈骗犯罪正严重，伫全台湾拢有，安怎有效打击，才是目前赶紧爱做的。记者综合报道。厝内若有身心障碍囡仔爱顾父母就较辛苦，为着要减轻这家长的负担，即马有社福团体是设立照顾中心，提供高中毕业身心障碍囡仔伫日时有人顾，嘛互父母有休喘的时间。家伫手中的饼分互爸爸做老爸是真欢喜，嘛真感动。孙爸爸有2位自闭症的囡仔，伊讲照顾的过程是足辛苦的。为着囡仔的未来，伊讲上重要的是父母爱心行出来，囡仔才有希望。我有2个囡仔，2个囡仔拢自闭症，人斗3工其实嘛是甲我家己斗3工。我就感觉讲我毋是讲每工就一直咧做照顾囡仔的代志，我嘛开始照顾我家己，来照顾别人。3、2、1，揭牌！真侪有自闭症、过动症，也是行动无方便的囡仔，伫高中毕业了后，就无所在通去。民间团体天使心家族去一栋新的大楼，提供一寡身心障碍的囡仔，伫日时的时有运动、学习、甲休困的空间。我们其实就是白天的时候，父母上班的时候8点左右，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到这里来。我们会有一些个别化的课程，然后还有一些律动啊，还有一些维持生活机能啊，甚至是进步的一些课程。天使心家族的2位创办人本身嘛是特殊囡仔的父母，真知影要安怎帮助这款家庭，爱心帮助父母。因讲照顾父母的心情是上重要的，有人分担来照顾长大，才有法度一直行落去。天使心家族打造一个舒适的空间，鼓励父母来这放轻松，交朋友，将家己的心情照顾好势，才有气力帮助这寡囡仔行向未来。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嘉义县种炸弹丢的面积大约是18000公顷，面积是占咱全国第3。嘉义县政府即马配合农改场、工研院和民团大学，因为做伙发表一个用智慧科技来种水丢的管理系统，那会当远端来控制这阴残的水量，搁会当伫手机内底的管理系统来透过手机软体来用智慧科技协助种产。这是影像，这上面要摄用手机来控制水井的开关，产内底还有设备，当来了解水泵偌济，嘛当透过镜头来了解实际状况。这套智能水稻的管理系统，希望来减少农民存产水的功夫甲时间。很多块它就会很破碎、很零散，可是加起来的面积很大，它有规模经济。但是它因为离得很远，所以它有很多事情，它就必须跑来跑去，就是它的工很多，然后距离很远，会很浪费时间。可能水还未有，你就是爱搁走第2抓、第3抓，走甲伊水走有啊，较来关掉安尼。系啊，伫咧这个奥多摆的成本顶悬就会当省真侪钱啊。农改场表示，有一寡农友因为惊水的因无够，所以有时阵会放上侪水，若无采水，了电阁会伤到水稻的根。透过横刀的控制，会当准确控制成本，对稻仔来讲嘛较有好处。我分做20块横，你知无？啊，我若每一区用安尼奥多摆徛出安细细去开水，开，啊，着过关过3回啊，迄个油料做时间。最主要是讲省水啦，伊就甲你控制到咱毋免加浪费足侪物件。其实咱切仔来讲，毋是一直甲保持有水，伊成长较好。其实爱互伊有打有淡，对咱切仔的根的成长较好。啊，咱切仔根发了有水，较有法度吸收肥料、吸收营养分。嘉义县农业处表示，2.5公顷的田使用智能设备了后，一当大约会当省买18000吨的水。透过镜头，人伫厝内就通控制，农民减少来回工480块左右。希望透过智能设备的推广，改善造产工作环境，提升少年人参与农业的意愿。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根据统计，今年来咱台湾佚佗的国际观光客，1月份至6月份的统计，日本游客是顶半年占上济。也若香港、澳门和去年比起来，同期有减较少。观光署就表示，即马政府会用无共款的行销策略，嘛邀请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做代言人，来宣传台湾的观光。到屏花放天灯，日本旅客真爱北台湾的铁道风情。虽然今年第1季来台湾旅客人数有下降，不过伫最近日本旅客有小可增加。伫台北市有名的豆奶店就看到真侪日本旅客。もうすごい、人も優しいし、気候も穏やかだし、安全だし、また来たいなと思う。日本でも人気な観光地だから、楽しみにしてきました。观光署上新的调查显示，6月份来台湾的旅客，日本有76000多人，比去年同期成长3成，比韩国旅客较多。因啊，港澳客虽然伫咧6月来台湾人数有10几万人，不过甲去年比较是衰退。若是用1月到6月份的统计来看，日本旅客回升真济，顶半年上大的来源国。花莲观光业者观察到，港澳客甲韩国客真爱来花莲耍。不过，伫咧控诉控3地动了后，这2个国家来的旅客明显有减少，包含这个对地震的不稳定原因以及对地震的不了解。那像是太鲁阁景点的这个停止整修以及封闭，那我想这个都是最大影响大家前来台湾的因素。第2季跟第3季相对来说是韩国旅客来台的淡季，加上04、03地震也影响了韩国旅客来台的意愿。为了要冲今年观光客来台人数超过1000万的目标，观光署伫咧8月中已经请有名的韩国明星来做台湾观光市场的代言人。因若日本市场部分虽然旅客回流，不过相比较以前前1年216万人次依然有差。观光署会请日本明星来台湾翕旅游影片，将会锁定日本20到39岁男性，也有40岁以上的男女来加强行销。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今年是台北建城140周年。台北市文化局有举办纪念活动，主题是电影当中的台北，要叫大家做伙来看17出经典的电影，内底嘛包括《大剑梅花鹿》、《油麻菜籽》、《我是一片云》，这拢有台北的形影。包括主题演讲，还有静态展览，要互大家看无同时期的台北生做啥物款。本来叫龙山寺啊。
咱本省人的地界哦，外省人哪会来遮做生意？1962年的台语片《龙山寺之乱》电影，唔但讲族群的冲突，嘛通看到台北湾甲龙山寺庙口的药酒摊，抑个发卖的生活场景。真侪电影当中，拢记录无共时期的台北。台北市文化局响应建成140周年，推出电影中的台北系列活动，要招民众做伙来看电影。一如饮食男女，我们从饮食文化一起来看这个台北市的这样的不同的都会的生活，或者是杨德昌导演的《海滩的一天》，从黑白拍到彩色，然后从胶卷拍到数位，所以呢，在这种不同的拍摄的形式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复存在的台北市的场景。特点包括大家梅花鹿、油麻菜籽、韩国是一片云等等，拢总有17出经典的电影。文化局开放予民众免费资本电影票，另外因为伫北投的这片厂、西门红楼广场等等，才会有时代文化意义的所在放电影办讲座。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经费的关系，也许有机会我们再跟影视厅中心好好来合作，未来看能不能够再从影像里面多爬出台北的感觉。除了看电影，自讲月初7到17，台北配料原来有静态的展览，有轻摇的唱歌，也有无共时代的电影票等等。文化局希望透过无共方式，让民众看到台北的历史变迁，也有文化底蕴，嘛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深化对台北的认识。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3度。外岛27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